聖言誦讀。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們應該鼓舞喜歡。今日係教會年曆復活節8日慶祝期星期三，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恭讀宗徒大事錄。有一次，伯多祿和若望在祈禱的時辰，即第9時辰，上聖殿去。有一個人從母胎中就瘸了，每天有人抬他來，放在名叫麗門的殿門前，好向進聖殿的人求施捨。他看見伯多祿和若望要進聖殿，便求他們給一點施捨。伯多祿和若望定睛看着他說：你看我們。他就注目看他們，希望得點什麼。伯多祿卻說：銀子和金子我沒有，但把我所有的給你，因納匝肋人耶穌基督的名字，你起來，行走吧。於是握住他的右手，拉他起來，他的腳和胯骨就立即強壯了。他跳起來，能站立行走，遂同他們進入聖殿，隨走隨跳，讚美天主。眾百姓也都看見他行走讚美天主，他們一認出他就是那坐在聖殿麗門前求施捨的人，就對他所遇到的事滿懷驚訝詫異。上主的話。今日嘅答唱詠係選自聖詠105篇。請眾感謝上主，呼號他的聖名。請眾在萬民中宣揚他的功行。請眾歌頌他，詠讚他，傳述他的奇工妙化。請你們以他的聖名為光榮，願尋求上主的人樂滿心中。請眾尋求上主和他的德能，要時常不斷追求他的儀容。天主的僕人亞巴郎的後裔，上主揀選的雅各伯的兒子。他是上主，是我們的天主，他的統治遍及普世各處。他永遠懷念着自己的盟約，直到萬代不忘自己的許諾，就是向亞巴郎所立的盟約，向依撒格所起的誓諾。復活節讚歌。各位基督徒，請向逾越節羔羊獻上讚頌之祭。羔羊贖回了羊群，聖潔無罪的基督，使罪人與天父和好。生命與死亡展開奇妙的決鬥，生命的主宰死而復活，永生永王。瑪利亞，請告訴我們，你在路上看見了什麼？我看見永生基督的墓穴和他復活的光榮，作證的天使、頭巾和殮布。基督，我的希望已經復活，他要在你們之先到加里肋亞。我們知道，基督確實從死者中復活，勝利的君王，求你垂憐我們。亞瑪，
阿利路亞。恭讀聖路加福音。就在那一天，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村莊去，村名厄瑪烏，離耶路撒冷約60斯塔狄。他們彼此談論所發生的一切事。正談話討論的時候，耶穌親自走近他們，與他們同行。他們的眼睛卻被阻止住了，以致認不出他來。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走路彼此談論的是些什麼事？他們就站住，面帶愁容。一個名叫克羅帕的回答他說：獨有你在耶路撒冷作客，不知道在那裏這幾天所發生的事嗎？耶穌問他們說：什麼事？他們回答說：就是有關納匝肋人耶穌的事。他本是一位先知，在天主及眾百姓前行事說話都有權力。我們的司祭長及首領竟解送了他，判了他死罪，釘他在十字架上。我們原指望他就是那要拯救以色列的。可是，此外還有，這事發生到今天已是第3天了。我們中有幾個婦女驚嚇了我們，她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裏，沒有看見他的遺體，回來說他們見了天使顯現，天使說他復活了。我們中也有幾個到過墳墓那裏，所遇見的事如同婦女們所說的一樣，但是沒有看見他。耶穌於是對他們說：唉，無知的人啊！為信先知們所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竟是這般遲鈍。默西亞不是必須受這些苦難，才進入他的光榮嗎？他於是從梅瑟及眾先知開始，把全部經書論及他的話都給他們解釋了。當他們臨近了他們要去的村莊時，耶穌裝作還要前行，他們強留他說：請同我們一起住下吧，因為快到晚上，天已睡暮了。耶穌就進去，同他們住下。當耶穌與他們坐下吃飯的時候，就拿起餅來，祝福了，擘開，遞給他們。他們的眼睛開了，這才認出耶穌來，但他卻由他們眼前隱沒了。他們就彼此說：當他在路上與我們談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心不是火熱的嗎？他們遂即動身，返回耶路撒冷，遇見那11門徒及同他們一起的人，正聚在一起，彼此談論說：主真復活了，並顯現給西滿了。二人就把在路上的事及在分餅時他們怎樣認出了耶穌，述說了一遍。上主的福音。
聖言反省。喺安靜同埋清幽嘅環境裏面，喺一條寂靜嘅鄉間小路上邊，有兩個身影喺度孤單咁樣行緊。厄瑪烏嘅兩位門徒因為希望嘅破滅，失望咁樣離開咗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係教會嘅代名詞，厄瑪烏係故鄉。翻返去厄瑪烏嘅意思就係指因為失望而放棄跟隨，翻到去原來嘅生活裏面。導致到呢兩位門徒失望離開耶路撒冷嘅重要原因之一，就係佢哋對耶穌嘅認識唔足夠。主觀同客觀嘅區別，就係由以下兩句說話嘅對比裏面得到彰顯。主觀嘅就係我哋原本指望佢就係嗰個要拯救以色列嘅，而客觀嘅就係默西亞唔係必須受呢一啲嘅苦難先能夠進入佢嘅光榮咩？作為基督徒，最為可怕嘅就係我哋可能從來都冇真正離開過家鄉。主真的復活了，阿里路亞！願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遠。阿們。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阿們。每日聖言由生命恩泉製作，樂人出版社提供反省資料。